讲到新北、台北这两个所在，自从初三开始开放餐厅会当用餐，连超商大卖场的美食街也拢赶紧安排人客座位，业者唔拿认真消毒，也安排人客就爱当为坐。虽然讲已经开放啊，不过也是有真侪人客坚持讲买物件就爱包回去食。一个人的胃三面拢放假饭，湘北市的餐厅初三起开放式来用餐，业者加强防疫，希望人客通增加。现在有接到那个电话定位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会希望回流到之前的大概6、7成吧。所有的东西都消毒，然后要全部换新的。那然后手套啊、面罩、口罩都要戴好。餐饮店员表示，因家己嘛惊互人画到，所以消毒清洁一定要照起工。伫这间大卖场的美食街，原本有500个座位，即马嘛只开放50个，搁卡甲距离Q 到2公尺以上，实施是连坐，但一入口等等的措施。不过伫用餐的时间，实际来到现场的民众其实无几个。我是可以接受啊，还有隔板啊，现在隔板都这样就可以了，因为大家都比较很自律的啦。因为我还没有疫苗，我还没有打，对。所以觉得还是不太放心。对。政策拄开放，店头期待恢复早前的营收。不过现阶段也是有民众认为买早走较安全，所落来疫情甲注意放射的比率，嘛拢会影响到民众对伫外口食饭的信心。记者陈亚文、石桂林采访报道。